的事，今年。结果说好吧，我是都兰的人，我如果说我拒绝，我还算都兰人吗？对不对？就支持他。过完年，我又回到金门，我要工作，我就写稿子寄过去。哦，你自己写的？对，全部那个汉文跟那个罗马拼音也是我自己写。真的？都手写吗？还是打字？对啊，我用手写的。好酷哦！我本来要用寄到台湾的，给那个编辑啊，那个都兰那个。结果后来他说交给书面就好。我说看哪里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帅的相片？我说我从来都不帅过。我说穿西装的，叫书面翻，他书面自己翻那个相片，然后贴上去。所以书面有看到你写最后那一段吗？都有看到。那还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装死吗？你平时会直接跟他讲那些吗？不会面对面讲。事实上，其实不要讲说汉人，也不要讲说原住民，其实这个烟、槟榔、酒都不是很好的东西。不要过量。对啊。能够不去动它，不接触它，是最好的。其实那三样东西，你一旦接触，会越接触越深，越会上瘾干什么的这样。所以我就这样提出来，因为而且我的家里从我父母亲到现在，我们是传统的基督徒，所以一些戒律，这种东西还是不要接触最好。可是你们一些庆典不是都是还是会有吗？像比较大丰年祭啊什么的。都是原住民的时候，好像都免不了有那些东西啊。就不要过量。早期，所以在一般汉人的观念，原住民就是跟酒、跟槟榔，还有香烟脱离不了关系。实际上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原住民来讲，也是一种刻板印象。也不说是全部的原住民都是这样的。在汉人来台湾之前会这样吗？还是说汉人来台湾之后才变这样？普遍以前的观念就是原住民就是喝酒啦，以前的酒是珍贵的、啊，吃槟榔，抽烟了。是日据时代开始，就是喝酒这种，就大量的喝酒啊，或者是吃槟榔是本来就有，还是说是日据时代，然后国民政府他们后来才开始？这种东西我不是很清楚的，就是以前的时候。爸爸，你小时候跟长大的时候会觉得差很多吗？就是对这个。像以前原住民以前的时期，那汉人还没有大量来我们台湾之前，那他的生活习惯就是这个样子，没事嘛，因为酒也是自己做、自己酿的，这个槟榔自己长出来的，对，没错。烟草自己种的，反正也不花钱就染上这些东西了。休闲的时候。对啊。我署名应该算是克制的啦。就是他没有抽烟，会喝，其他就还好。所以说汉人，现在汉人有的吃槟榔吃的满嘴都是也有啊，还要口腔癌。真的，我昨天一个朋友他才说，他爸爸也是吃到去清那个纤维瘤。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改正过？爸爸，你很早之前就这样觉得，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也都不太碰。我从小我就没有觉得，因为我父母亲大概生我以后大概
2、3年以后，他就信仰基督教了。然后，所以我出生到现在我是有了。年轻时候读书的时候，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喝酒了，也有吸一点烟，但是那种感觉就那个时候感觉上也没有说是很沉重，吸起来很开心，很开心啊，很逍遥啊，干什么也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尝试一些，然后比较长大就现在这些东西能不接触最好。我就不喜欢一个很爱喝酒的男生，还是抽烟吃槟榔，一定不好嘛。形象，你看那个吃槟榔满嘴红红的，形象就不好了。喝酒容易失态啊，真的，脑子很惊讶。有时候这个小孩个子小小，长不高，这个幼稚园的时候是最矮的，读国小是最矮的，跑步都是最后面，因为个子小，腿短了。读到国中了，有的人都已经全票了，他还是半票。赚到。对，因为个子矮啊，到了读高中的时候，他才稍微长高了啦。也好在他有长高的真的被担心。真的，他个子很矮，小时候个子很矮。我一直想说，这小孩子会能怎么样长这么矮？但是上天老天有老天的旨意，但是今天他能这个样子，真的也不是我有刻意去栽培他，这个都是他自己闯的。我有时候常常跟他讲说，爸爸对你很亏欠，心理上很内疚。你的一点一滴，所有的成就都是你努力拼的，爸爸丝毫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说那你选择这条路啊，爸爸也不便干涉你啊，那你就努力吧，往前冲吧。所以我觉得。2008的时候，他得到那个金马奖，我真的，我那个时候在海中啊，他有，我们可以随时有手机可以联络。还有手机。那个时候我是跑台湾沿海，就是基隆到花莲这一段。他就说金马奖。他讲金马奖的事情，他说要颁奖了。结果到颁奖的前一刻，他有电话来，他说：“爸，很有可能会得到，我要，然后就说你帮我什么打个草稿，我要得奖感言。”我说我要打什么草稿？我这种东西我也不懂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不是汉文，不是国语的草稿。他说我要讲一段母语的这个什么感谢的话这样。好了，我就手机用。传简讯，所以都是英文罗马拼音，太强了，传过去，好厉害哦！跌破眼镜是其实他会问你很多意见啊，他会问你很多意见，然后就是你的想法。
也没有很常默默问的用心理沟通。其实我一直他得过那个金马奖，好像对他没有什么好处。没什么特别影响。他当初也想说，是不小心得到的，天上掉下来。很意外的。然后他的努力的方向是音乐这方面，不是从事演出电影这样。难怪也没人要请他。有啊，有拍的啊。哎，爸爸，你有看他跟那个隋唐拍的那一支 MV 的，在杜兰那一个，有一张漂亮女生拍的音乐录影带。拍什么？那个音乐录影带啊，在都兰拍，然后拿手机来给妈妈看。MV 吗？对，你有看到吗？在杜兰。我有看过，就是他的歌的那个 MV，我看过。有一个漂亮女生的那一个。隋唐。什么感想？看完。我想要一个媳演技有妇。进步。好，首先非常谢谢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到我们今天11期跟气球会现场。